再来，咱来看基隆市的大武仑海沙埔，10日发生3件渡水的意外，造成3个人死亡。市府甲大武仑海沙埔调景公园放起来到8月20日。基隆市府昨暗宣布，为今仔日开始会重新开放，若是乌白超过警戒线，就会裁罚。本下日到，贵人市正有名的耍水的景点大武仑海沙埔拢无游客，只敢救生员伫咧海面海沙埔来回巡，因为伫遮几工前一天内就发生3件渡水死亡的意外，包括调景公园保育区紧急封1礼拜到20，附近业者生意受影响。1礼拜咧无打谈就对啦。系啊，财务准。财务准的咩？一年就是靠这3个月日讨食尔，即摆佫安尼休困了，根本就无人有溺水，这根本就是讲你这人管理的问题，当然是要检讨。业者希望海沙埔会当赶紧开放，但过也知影安全上重要。市府规划甲原本离岸90公尺的警戒线缩短到55公尺，也增加救生员甲救护设施的设置点。贵人市长谢国良到场勘查，认为应该搁再向内面救，若无有安全的疑虑。我现在是怕警戒线，你们说那边会有180，万一一个小孩在警戒线附近碰到问题，你要从那么远回来，或从这边出去。贵人市府也是伫昨暗宣布，这2个所在拢伫今仔日开放，不过为了要配合水上救生员集群的时间，大武仑海沙埔普通时是中昼12点开放，休困日是10点就开放。调景保育区水域是早起7点开放。谢国良讲，市府这礼拜会加强伫咧海峡两边设置警戒线，因为救生员的配置，无论是普通时或者是假日，拢有4位。希望民众伫重新开放了，爱遵守伫警戒线范围内耍水，若是口讲袂听的人，会依法来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